即我敢若有写过故事，就是讲上古早是，这通安怎熟悉好？See you aloha。对，就是进前接触是因为迄个陈明章是俊杰编剧，我写的歌。可是那个东西基本上没有封面啊，哦。有封面的。有封面吗？有封面，很简短。哦，你淡水，你淡水，然后那个迄阵迄刚声响个伫啊，声响你，个迄个抖音唱有伫啊，对，迄刚伫遐人啊真特别，不过应该是伫迄个阿亮的演唱会顶悬啦，黄山亮哥演唱会顶悬。主要是我尾后你脸书有咧讲，迄个有主是有才，然后我就把那个。丢一个信息，要写歌词爱找我呢。我嘛想讲讲的，我想讲你遐贵我有法度，结果讲的，尾啊真正伫个荒山亮哥的演唱会顶悬，讲起来就一拍即合。其实重点我感觉毋是讲到钱，当然是较硬气，但是事实上，咱咧做物件吼，我感觉我的迄个思考甲我的做工哦，其实都成本都高很多。是没错。因为这物件吼，规个尾啊淡的，就是讲好。那个俊杰其实是有土是有才二，讲要找我做有土是有才三。唔知安怎那有变做俊杰个人的专辑，变成个人的。找我了后，我就开始思考，就是说我要怎么弄它。这样，如果我没想出想法，我没有做过功课，没有感情的话，我是不会接这样子的案子。哦，因为这个责任还蛮重大的。可是我就发现，就是说郑杰有很多，一个，那讲练武功来讲，伊迄个功力有够饱满的吼，任何一个动作吼，迄个掌风拢十足的。但是有当时啊，伊的步数敢若较乱。就是随时都一直在打掌风安尼，哇，那也忝死，啊，无一定有效率安尼。所以我在想说，如果他真的有这个机会的话，就来把它做一点点根本的改变这样子。因为我练过各派的功夫袂少，所以伫用的时阵，每一个时阵拢会当想出足侪功夫出来使用，尼。敢若问题真大，所以尾啊，伫这个过程内底，我做一个尝试吼，这个尝试对我来讲是成功的，就是讲我基本上不加入太多自己的意识形态，然后对你讲的代志，我几乎是有求必应，就是你按怎讲，我就按怎做，因为我就做一个选择，就是我就是听话就对了，我想要做一种新的尝试跟改变。结果这个效果是非常好，就是不要自己乱出招，不要自己乱出招。因为你教授足济，功夫足济，整个百家的迄个你拢有练着。是后来变做讲你甲我讨这，你就我莫讲我家己乱出招。然后我在思考里面，其实后来你甲我讲说整个。我也参入制作，我后来觉得是对的，一定要这样子，因为我刚刚配唱如果我不在的话呢，一样会完蛋，你还一样会用原来的那种思考去做那些东西的话，反而跟你原来都不像，然后也不像新的东西，没错，对，所以未来遇到是，好像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了，以后你都莫去管安怎唱。你就听我讲哪句，这样子好像还蛮效果的。我感觉就是上爽的是，即届感觉家己有先做歌手，有人伫外口甲咱讲要安怎唱歌，对，这非常的爽。而且你讲我嘛有讲到，就是迄个我较早认为唱歌做音乐，每一件事情都是要非常准确的。但是这件我就照你讲，应该较早我就应该爱知影，不过我嘛甲当嘛想无道理吼，我那较早。既然不知影，就是讲，原来有很多事情啊，它的不精准，会造成一种很可怕的美感。这是我一个讲法，就是讲，比如讲，
因为我是一个袂晓唱歌的人，但是需要的时阵三不五时，我就出一寡声，我会去讲。啊是安怎？迄个跟目前规个流行歌坛慢慢营造出一个气氛，就是讲，我都足够唱的，他们这些人都很会唱，然后唱甲苦了，有时我目睭起来呢，足够唱的。啊，好像别人不会唱歌的，唱得不好的人，他就没有唱歌的权利那样。因为我迄种有影歌，所以袂堪要去唱歌，当时变做会晓唱歌的人的权利，别人不行。我起一个，我就讲我人工我来替迄个哑巴出一张专辑。有的就是说，其实唱歌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表达的一种感觉，所以就没有精准这个问题。有些人他就没有办法精准，可是他就有办法感动你。所以到尾啊，我就是用结果论、用感情论嘛，听到迄度，整个东西既然是两个人合作，然后我的想法饱满了，整个慢慢的整个功课做掉饱满了，我知影你音乐一定有能力，所以就要求说，好，歌词都我来写，我为规个故事，为你的一世人，从大概1965年左右，我每一首歌其实我心里面都有一个年代，就是大概19年，从那个时候你的童年，你那时候也许还没出生，但是那个左右，那个童年的时候呢，大概听到的一些歌然后为苏祥基开始叫起来，为陈明章出下晡一出戏迄个时代，唱迄个文志芳的吉他，为江辉唱《惜别的海花》的时阵，唱一暝听江辉。为陈明章出迄个下晡一出戏的时阵，唱迄个温柔乡的吉他，这规个慢慢步拢有迄个年代，甚至拢有迄个场所甲迄个所在，安尼来，总结所有的音乐生命，可以在这一章里面得到一个整理，就是讲，你知影你的音乐为倒来，你即摆我这里一个角色，你也知影未来你。什么角色要用在什么所在？那我都达到这个目的，你咱再辛苦都值得。这一点要讲真正，就是有这件事情已经达成，爱感到是感谢。所以思想曲是一个开始。对。刚才这个钢琴诗人王俊杰迄个诗响起来了后，其实以前车的是讲，甲当作是练功。即摆开始，这个新的王俊杰要出现伫江湖。